主后2022年9月14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尊重逐个人。彼得前书第2章11到17节。恁伫未信者的中间，着好行为，互遐个诽谤恁是歹人的人，通看见恁的好行为，伫主来审判的日，归荣光互爸上帝。为着主的缘故，恁着顺坦人一切的制度，无论是对最高的统治者君王，也是对君王所派来奖励做好的人，刑罚做歹的人的官长，拢着安尼。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伊爱恁做好，互无知识的戆人无话通讲。恁做自由的人，毋通用自由做邪恶的借口，着做上帝的奴仆。恁着尊重所有人，着听兄弟姊妹敬畏上帝，尊敬君王，尊重逐个人。彼得前书的受批对象是当时散去小亚细亚的信仰群体，因是一群委身耶稣基督的人，因为相信基督改变因的态度和行为，所以也引起误会、批评、诽谤、侮辱、藐视，甚至攻击，互因踮伫社会的边缘。彼得前书也对今仔日的基督徒讲话，鼓励因为信仰受误解、败铁的基督徒，爱靠主得胜，赢过逐种挑战。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基督徒，恁伫世间做侨民、做寄居的，我劝恁毋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这情欲不时在攻击灵魂。拄亲像以色列人民漂流伫旷野共款，彼得鼓励当当时的信仰群体爱约束因的心，毋通放纵私欲，应该有端正的行为，互周围诽谤因的人，因为看到因的好行为，归荣耀互上帝。这毋是爱信徒抽离社会，是爱因活出属基督的身份。信仰群体是上帝子民，毋是对种族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来定义因的身份、价值和意义。经文接续观察，伫逐种权力结构下，基督徒着安怎面对掌权者？彼得提醒上帝子民，着敬畏的对象是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上帝，毋是任何的掌权者。总是伊也教导信徒爱尊重每一个人，尊敬伫顶面上位的君王和有权势的长官，搁着维系甲其他人的和谐，因为上帝旨意是爱因用好行为来踢掉遐个糊涂无知的人的嘴。当时，基督徒因为生活方式和社会的期待有落差，为着信仰的缘故，亲像拒绝参与帝国宗派，也是异教宗派，受边缘化和排斥，也引发掌权者怀疑，落尾受敌视。彼得勉励信徒坦然面对周围的敌意，努力活出甲生活身份相符合的好行为。虽然甲社会生活方式无共，有缘通甲人保持和睦，避免无必要的诽谤。彼得并毋是教导信徒看君王做无条件顺服的对象，因为耶稣基督才是至权的君王，伊统辖所有天使
和天界的执政者以及掌权者。换一句话讲，彼得前书袂当作为任何政治权力效忠的根据。信仰群体伫世间是寄卡的，是旅客，伫生活上爱用基督做模样，尊重差异，用行善来踢掉无知的喙。今仔日属基督的信仰群体，爱安怎实践信仰？甲过去的信徒同款，咱应该臣服伫上帝的主权，毋是顺服人。爱彼此真诚相疼，互相款待，看重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同样恩赐的好管家。照对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，彼此服侍。咱爱伫每一个人身上看见上帝创造的价值，学习尊重甲包容无共文化的群体。这也是彼得前书所讲的敬畏上帝、尊重上帝的创造。默想，我要安怎用行善踢掉无知的喙？我要安怎用好行为踢掉无知的喙？做伙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伫每一个人身上看见你创造的美善，尊重因，搁疼主内的兄弟姊妹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